好多女歌手拍攝 MV 都會揾嚟型男合作，靚女型男梗係好易擦出愛火或者傳出緋聞㗎啦。好似蔡依林就係一個例子啦。而家睇嚟Jolin嘅好友蕭亞軒都要小心啲啦。事關 Elva 嘅新歌 MV， 邀請到香港混血 model Tom 白子軒同佢扮情侶。阿 Tom 一時喺 Elva 面前露上半身，一時又喺床上同 Elva 有一段纏綿嘅親密氣氛，搞到 Elva 不知幾咁怕醜啊！我穿很多啊。計我話好彩 Elva 同阿 Tom 有令人個心咁卜卜跳嘅氣氛咋，如果唔係，睇怕呢日凌晨12點半已經起身為拍 MV 做準備嘅佢哋，精神唔會咁好啦。因為很早就開始拍啊，那兩個都有休息睡覺嗎？我一下而已，因為我女生要很早起來化妝，所以我的 morning call 是12點半早上。然後我平常其實這個時候都還沒有睡，所以在8、9點就逼自己在床上，然後莫名其妙的就有起床，所以就是沒有什麼睡。你有嗎？我也差不多，沒有睡嗎？對啊，睡不着是嗎？睡不着。OK 啦，習慣啦。真的哦。對啊。然後他們拍戲應該會很習慣這樣，對不對？你都差不多啦。我沒有咯，真的沒有，不要這樣講啦。